各位，今日咧我哋就繼續介紹地藏經之中嘅第13品，因為上個星期咧就係講完第12品，第12品咧就係講地神護法。咁啊，第11品咧係講地神護法。咁現在呢一品咧，第12品咧就係見聞利益品。咁即係話，所謂見聞咧，就係能夠見到地藏菩薩嘅像，或者見到地藏經嘅內容，或者聞係咩咧？聽聞、耳聞，聞到、聽聞到有地藏菩薩嘅名字，聽聞到。咁啊，呢個你係見聞到、見到或者聽到地藏菩薩嘅名字，見到地藏菩薩嘅像，或者見到地藏菩薩嘅經典，或者聽聞地藏菩薩經典嘅意義啦，其實都有種種嘅利益。點解話聽到都有利益呢？只要咧你能夠生起一個信心，即係一個相應，多少一個相應嘅行為。譬如話我哋比較慣性、比較熟悉嘅觀世音菩薩啦。假如話我聽到地藏觀世音菩薩嘅名字喎，幾好啊！觀世音菩薩就係能夠咧利益眾生，係嘛？有乜嘢苦難嘅時候咧，念念觀世音菩薩；有所求嘅時候咧，念念地觀世音菩薩，你聽到啦。你唔多唔少咧，只要你入咗腦咧，冇話深入啊嚇，唔多唔少入咗腦咧，其實都有啲作用喎。你就會當你聽嗰一刻嘅時候，你話：咦，係喎，我可以念，我可以念。嗱，好多未曾聽過經嘅人咧，可能唔知道，咦，我可以念經嘅咩？念經唔關我事喎。有啲人就以為，咦，念經唔關我事喎，出家人嘅事，我只係負責俾錢你幫我念嘅啫喎。所以呢個係兩件事。咁兩件事啊，其實你話嗱，世間嘅人咧慣咗咧用錢嚇，你俾錢係一種供養，一種供養嚟嘅啫，一種福氣。但係你能夠你話係喎，師父同我念經係能夠為我祝福迴向，我發心去供養，呢個係一個供養，你係一個恭敬虔誠同埋一個供養嘅功德。自己念得唔得啊？自己念都得噶喎，自己都可以念噶喎。如果話我請如果話有法師幫我念，我自己有參與去念嘅話，其實應該係咁，應該係咁，唔係話你幫我念，我坐喺度；你幫我念，我冇事啦，我翻屋企，係嘛？咁你幫我念，我念落，我仲使咩坐喺度咧？我坐喺度，我又唔識念，或者我又唔想念，我翻屋企啊！因為我行街咁你有咩功德咧？有，你哋有供養嘅功德，有一個信念嘅功德，就冇一個咩啊？冇一個參與嘅功德啦，少咗一樣，少咗個參與功德。相反嘅，譬如話我哋做法會啊嚇，啫嘛，我乜都冇俾喎，或者我冇錢喎，我只係嚟念得唔得㗎？得。咁你就有參與嘅功德，你都有喎。我少咗一個供養啫嘛，係咪啊？咁我用心去供養，點解？因為我嘅環境嘅問題，我能力嘅問題，我做唔到呢一樣嘢啦。我做到嘅咧就係我自己虔誠啲拜，咁你哋就有禮拜嘅一個供養，都有功德嘅喎，唔能夠話冇嘅喎，係啊。當然，假設我如果假如一個人佢有錢喎，我要孤寒喎，哎呀，要我出錢咪，要我拜下冇所謂，我情願嚟拜，得唔得咧？佢都有功德，佢都有功德。但係比起頭先講嗰個咧，佢真係冇錢，你俾唔出，係咪啊？或者有困難，我係
我都好虔誠，只不過我冇我就冇辦法啦。兩者嚟講咧，佢係礙於一個環境，係啦。咁咧就唔係咧，唔係因為我要慳錢，所以我要自己嚟，唔係，係嘛？呢個咧，後者咧就話我要慳錢，咪啦，你叫我出錢咪啦，咁我自己嚟。佢哋有自己參與嘅功德。咁兩者嚟講係有唔同嘅，係唔同嘅。一個我唔係唔想供養，我係冇，我係冇。一個咧就係我有，不過唔想。哎呀，冇啦！你要我情願出多幾分力，我情願自己拜多幾拜，係啊。係咁嘅因緣，你拜多幾拜都有拜多幾拜嘅，咁總好過咧自己又唔拜，即係兩樣嘅功德都冇。其實兩者係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喺後者嚟講咧，佢有禮拜，佢有自己參與嘅功德，但係咧佢亦都有一個慳吝嘅過失喎。但係第一個嚟講咧，前者佢唔係慳吝，佢係一個自己嘅能力嘅問題。所以一個，但係後者咧，佢有一個慳吝嘅過失，唔肯去布施嘅一個過失嚟講。咁所以我哋時時鼓勵人哋咧，任何嘅法會咧，兩樣都有固然好，是但一樣都好。你話我唔能夠嚟參與，唔能夠嚟參與咧，不是我懶，而係啱啱我時間配合唔到，所以我唔嚟啦。我唔嚟。咁所以有啲人咧，佢話：哎呀，我膝頭痛，我拜唔到噃。但係我都想嚟，嚟一陣又唔好阻住人，係啊！嚟一陣拜嚟一陣聽下都好嘅，起碼佢都有一個心意，一個功德。嗰個功德咧，就係可以講咧，同你拜嘅功德咧係一樣。佢唔係唔想拜，我係拜唔到。你拜當中有啲困難，咩有啲人年紀大，或者咧真係有啲腳患嘅，我真係拜唔到。我唔係唔想拜，我嚟，我企喺度一陣，甚至只能夠企一陣，咁我就行開啦，我走啦。點解咧？你嚟嘅時間又短喎，又冇拜喎，佢只係嚟聽一聽，參與一下。點解佢唔拜？因為佢嘅原因係咪啊？點解佢唔企喺度企晒咧？唉，又唔好阻住人，自己唔拜落，我就唔好阻住人啊！佢即係每一個人嘅用心係唔同。同你話啊，我得閒拜，不過咧我都嚟企一企啦。我唔得閒，我都嚟企一企。嗰條唔同，係嘛？所以每一個人咧參與咧，其實每一個人嘅功德係唔同嘅。點解嘅情形唔同啊嘛？情形唔同，即係有啲我係拜到啊，但係我唔得閒，我好匆忙之中咧，我都知啲時間經過咧，我都知啲時間咧走上嚟，嗰個功你係人哋拜緊啦。上到嚟我都冇得拜喎，上到嚟我喺門口裝下嗰個供啊，合個掌我就走啦。點解？因為我冇時間。佢功德係咪又唔同啊？因為每一個人參與嘅情形唔同，個心境唔同，深度啊、深淺嘅深度咧又有唔同，情況亦都唔同，用心嘅各有不同。咁呢個咧就係因此咧功德都有唔同㗎，應該都唔同咯。咁所以喺呢度講咧，見聞利益咧，能夠聽聞或者見到地藏菩薩嘅形象、地藏菩薩嘅像啦，或者聽聞到地藏菩薩嘅名字或者經典咧，呢啲能夠親眼見、親耳聽。好似我哋見唔見到地藏菩薩嘅像啊？見到，向前就見到咯，係咪啊？地藏菩薩嘅像嘅。聽唔聽到地藏菩薩嘅經典啊？聽唔聽到佢嘅名字啊？我哋係咪既見到有聞到？像如是，經亦都如是一樣。咁有啲咧就係只見不聽嘅。咩人只見唔聽咧？即係見到人聽唔到地藏菩薩嘅名字嘅，都有功德嘅喎。咩人淨係見到聽唔到咧？嗱，好多時佛具譜啊！係咪啊？咪有地藏菩薩嘅像咯，
咁行過都唔知係乜嚟㗎。不過望到嗰個菩薩又幾好，佢唔知係唔知嗰個叫做地藏菩薩嘅喎，咪見咯，聽唔到個名喎，唔知乜嚟嘅咧，係咪啊？好多時我哋見到啲佛像，有啲人啊，咁當然你一個佛教徒你識啦，你唔識嘅時候咧經過，甚至有啲人去旅行咧，去旅行嘅時候，尤其是去國外旅行啦，好多時係有啲名勝旅遊點就係佛寺嚟嘅，你又見到咯喎，你又唔識啊？我淨係知道中間嗰三尊佛，淨係識得嗰尊叫做觀音。呢個乜嘢嚟㗎？我都唔識講嗰尊添啊，係咪啊？呢個乜嘢？但係佢見到，呢個見到啦，聽唔到咯喎。有時都聽到嘅，導遊亂噏一餐俾你聽，佢聽到。但係有時導遊亦都未必講嗰個地藏菩薩俾你聽㗎嘛，係啊。所以見有時會見，但係聽唔到。你會聽，但係見唔到。有時聽見人哋講，但係我都唔知邊尊係地藏菩薩咧。可能間中聽到朋友講，或者聽到都識得嘅人講話啊，地藏菩薩好乜啊，佢又搞唔清楚，唔知邊尊係亦都唔係咧，下下有得見。講嘅時候俾你講俾你聽嘅時候，又攞唔到俾你睇。當你見到嘅時候，你又唔識，兩樣嘢分開喎，見與聞分開喎。咁我哋咧有啲見聞咧都一齊啦，起碼你見到地藏菩薩你又識，聽到你又知。所以咁呢一品咧。就講，不論你見聞咧，其實都有佢嘅利益。所謂利益咧，就係一個功德，一個功德。點解下下講利益咧？世間嘅人就下下講利益啊！咁喺佛經裏邊咧，都講利益，其實係一種功德。不過配合世間嘅人所講咧，用世間嘅名詞咧，所以佢法不離世間法。世間嘅字句咧，講到利益咧，大家就明白啲啦。即係有咩着數，係咪啊？咩對我有利嘅，咩對我有益嘅，起碼冇害先，係嘛？咁大家容易明白。所以利益咧，其實咧就係一個功德，一個好嘅因果。你見聞到地藏菩薩嘅名字經典咧，係一個好嘅因。有好嘅因，將來就一定有好的果報啦。呢個咧喺佛教嘅名詞嚟講咧，就叫做咩啊？功德，叫做功德啦。咁啊，世間嘅人嚟講咧，就叫做咩啊？利益，即係一個好處啦。咁好處亦都冇壞嘅，係咪啊？咁講利益亦都啱，不過咧就係要睇下乜嘢嘅利益。呢個係有益身心健康，同埋咧有益我哋未來啊，即係話呢個善根增長啊，福慧增長、福德智慧增長嘅嗰個利益，就唔係話眼前嘅嗰個你得著啲乜嘢利益，眼前有冇得著？事實上都有得著。咁我哋咧呢一品咧就係講見聞地藏菩薩形象，或者地藏菩薩嘅名字經典嘅種種嘅利益啦。呢度咧就係比較具體嘅對出嚟講，爾時世尊從頂門上放8,000萬億大毫相光。所謂白毫相光、大白毫相光、穗毫相光、大穗毫相光、玉毫相光、大玉毫相光、紫毫相光、大紫毫相光、青毫相光、大青毫相光、碧毫相光、大碧毫相光、紅毫相光、大紅毫相光、綠毫相光、大綠毫相光、金毫相光、大金毫相光、慶雲毫光、大慶雲毫光、慶雲毫相光、大慶雲毫相光、千輪毫光、大千輪毫光、寶輪毫光、大寶輪毫光、日輪毫光、大日輪毫光、月輪毫光、大月輪毫光、宮殿毫光、大宮殿毫光、海雲毫光、大海雲毫光。於頂門上放如是等毫相光，以出微妙音，告諸大眾天龍八部人非人等。嗱，呢一段呢，其實咧就係講佛咧，即係講完咧地神護法之後咧，哇！地神即係話土地神啊一類嘅呢個世間之中嘅地神咧，地期嘅呢種嘅神靈咧，點樣護持？護持咩啊？護持咧受持地藏法門嘅人。
咁啊，佛話唔單止啊，天奴地神等等咧，佢哋咧能夠發心咁去守護，就算啊釋梵諸天啊，天上嘅呢個天人咧，帝釋天啊，梵天王咧，佢哋都一樣咧，能夠守護咧禮地藏菩薩嘅人，修持地藏法門嘅人。講完呢一段之後，當時咧世尊咧就從頂門上，頂門係咩？放毫相光啦，即係種種嘅毫相。毫係咩咧？嗱，通常話佛有32相，印度嘅人咧，相信咧世間嘅相好啊，印度嘅人咧，婆羅門咧歡喜睇相，所以佛出生喺印度，降生喺印度咧，亦都話隨順眾生嘅一種嘅眾生性，所以佛咧亦都自然咧有32相，即係話係我哋人咧嗰個身體之中咧有32種相，譬如眼有眼嘅相，眉有眉嘅相，額頭係咪有額頭嘅相啊？頭有頭嘅相喎，唔係每一個人嘅頭都一樣嘅喎。咁啊耳仔亦都有耳仔嘅牙齒啊，甚至咧即係由頭至足咧都有不同嘅相。總我嚟講咧就有32種。印度咧嘅人相信咧，呢32種嘅相咧係聖人先有嘅，只佢一種咧，你已經係一個聖人先有啦。佛咧就具備啊32種聖人之相，所以通常話實有32種相好啊。咁啊，其中一種相咧就係白毫相啦。白毫相係咩咧？眉間啊，我哋兩條眉中間眉心嗰度咧，嗰個咧就係毫光，一個毫相。咁啊，佛咧亦都可以有時咧説法嘅時候，可以從眉間咧嗰個白毫咧呢個毫光咧放出毫光。所以有時咧我哋睇啲佛像咧，呢度咧中意有時咧用一點嘅畫嘅時候咧，亦都有一點嘢喺度啊。或者咧雕塑佛像嘅時候咧，亦都有一點。有時呢一點咧，可能用啲寶石啊，或者用唔同嘅嘢鑲上去，表示乜嘢咧？佛嘅毫相光啊！當然世間嘅物質你好難去表達出嚟，只能夠咧靠一種嘅工匠去畫出嚟，去雕塑出嚟，就用呢個。所以有時我哋見到咧，呢個咧就叫做白毫相。佛嘅32相之中嘅眉間白毫相。平時咧正常嚟講係白色嘅。所以印度嘅人咧，你會見到印度嘅人，咁咧佢哋男又好，女又好，歡喜咧喺眉心咧點一點嘢嘅喎。香港比較少見啊。咁其實有時你去到咧印度嘅地方或者多印度人嘅地方咧，你會見到。可能有時去到東南亞多民族多印度人嘅地方咧，佢哋點？有啲點白色，有啲點紅色，各有唔同。咁佢哋嘅習俗咧又唔同。咁當然佢哋有一個佢哋係有一個意思嘅。點解咧？有啲譬如話，我唔記得咗個咩意思啦。不過咧，譬如唔同嘅顏色代表咗唔同嘅階級，或者咧以分美分代表咗。所以唔係，如果普通嘅嗰啲賤民嘅階級咧，就唔可以點啲嘢。點得嘅咧，即係當然而家咧冇咗個階級啦。雖然冇一個階級喎，不過因為幾千年嚟咧，印度嘅文化源遠流長咧，都有呢種慣性喎。好多時聽到人哋講咧，印度咧街邊啊賣燒餅咁樣，佢都咧攞嘢俾你食嘅，訂過俾你食，好似好負氣。咁點解負氣咧？其實唔係負氣，其實佢係即係可能咧，佢係以前嗰啲階級嚟講咧係。類似婆羅門啊，嗰類嘅階級嚟嘅。不過咧，即係今日啦，大家平等啦，就冇話即係特別尊貴。但係嗰種嘅傳統嘅心理咧，仲係有嘅。所以食嘢嘅人咧，喺以前嚟講咧，就譬如我係婆羅門，我就唔會煮嘢俾你一個平民食嘅，係啊。但係而家呢個時代就有啦，係咪啊？咁我做生意啊嘛，咁你又做，你咧就又要嚟嗰個。大排檔啊，或者鋪頭仔喺度食啦，訂過俾你哦。即係當嗰婆羅門唔係咁富有嘅時候咧，佢要自己嚟啊嘛。開大鋪頭嘅唔使自己嚟啦，訂俾你食。但係開大鋪頭之中，你請啲人啊，
都唔係個個係喺四姓階級之中都可能有啲係高級啲嘅喎。而家冇咗呢種階級嘅，但係咧嗰種嘅傳統嘅心理咧仍舊係多少有，即係等於中國人咧嗰個重男輕女嘅思想咧，而家仲有冇啊？而家男女平等，但有時都會有嘅噃。呢個傳統落嚟係咁啦。雖然咧而家咧就係唔係話咁明顯啊，即係對一生個女都幾開心，都好歡喜，好似有個仔又好啲。其實咧你又唔多唔少咧，都有啲幾平等都好咧，都可能覺得都洗唔甩嗰種傳統嘅重男輕女嘅思想，多少都會有。睇有啲人咧，有啲家庭就重啲，好明顯睇得出；有啲咧就冇乜所謂啦，有啲咧就淡晒，冇呢樣觀念。咁有啲咧多少有啲，多少有啲。其實印度嗰種階級都係一樣，所以嗰個豪光咧，雖然咧喺印度嘅人佢係點上去嘅，唔係真嘅，但係亦都可以見得咧，佢哋覺得咧，真係聖人先有，非一般嘅人可有。咁所以佛咧出世咧，亦都示現咧有眉間咧有8毫上光。咁啊，有時佛說法嘅時候咧，係可以從眉間放光。嗱，嗰個光咧，我哋叫做8毫上光，但係放光嘅時候咧，佢有種種嘅顏色。所以喺經文裏邊咧，開始嘅時候咧就話啊，當時咧釋迦世尊咧就從頂門上，從頂門咧係咩啊？頭上啦，係咪啊？將我哋頭部咧就比較高嘅頂門上，頭頂嘅額門上邊咧就係放8000種、8000萬億8毫上光，即係話呢個嚟講好多種嘅光。事實上咧喺世間嘅人覺得好多種光，呢個世間嘅人嘅眼嚟睇。咁啊，其實啲光咧係嗰個顏色係種種混合嘅混雜出嚟嘅。咁呢度舉出啦，有白色嘅光啦，所以8毫上光、大8毫上光。點解叫做大？點解叫做細咧？其實咧就係話嗰個光個闊度照遠照近。當你放光出嚟嘅時候，可能慢慢細好聚，跟住咧就散到好闊，唔係大細唔同咯，係咪啊？所以佢每一句咧幾乎都重複。乜乜光，跟住大乜乜光，係嘛？即係喺眉間嗰度放出嚟啊嘛，慢慢係咪一個焦點咯？跟住越散越闊，越散越闊，咪變咗大咯。即係可以講咧，覆蓋住當時嘅人，就當時嘅景係大咯。由細至大，一個焦點拔開，即係散開。所以通常我哋睇嘅經文咧係8毫上光，大8毫上光。跟住咧就係穗毫上光，大穗毫上吉祥嘅光，呢啲係吉祥嘅光，有唔同嘅顏色，有綠色啦、紅色啦，或者玉色啦，好似咧就碧玉嘅色，或者紅色啦，種種唔同嘅光，甚至金色。呢個講光嘅顏色有種種嘅顏色，不同嘅顏色。其實咧就係不斷嘅更換，亦都可以講話即係。接着咁出嚟，接住咁放出嚟。咁啊，呢個光嘅色彩又係舉出。咁啊，下邊亦都有講咧，所謂千輪毫光啦、慶雲毫光、千輪毫光啊、日輪毫光、月輪毫光呢啲咧，就係講光嘅形狀啦。光嘅形狀，除咗顏色之外，光有冇形狀㗎？你而家睇下冇，係咪啊？但係放光咧，如果個光線咁射出嚟咧，嗱。我哋有時咧，如果你去啲高啲嘅地方望落去啊，對面海啊，哇！嗰啲射燈咧射出嚟一條咁嘅，有冇形象啊？長長一條。好多時咧，我翻去大嶼山嘅時候，經過嗰個九龍站之類奧運站咧，見到咧啲光，我唔知愛咁多光叫咩，射出嚟射好長。咧而家又有一種所謂，大家如果有時見過啲激光咧，係咪射出嚟一條？如果諗唔到咧，你就諗到以前喺戲院睇戲，而家唔知，或者而家你都有去戲院睇戲，喺後邊嗰個放射出嚟嘅時候咧，種種嘅光喺度射出嚟，係咪一條咁啊？長形。於是光咧亦都有圓形嘅喎，有冇啊？有圓形嘅，當佢放射出嚟嗰個形狀有唔同嘅形。你而家睇嗰個光咩形？有個形狀啊？有。你有冇睇過嗰啲咩
如果你去嗰啲好似或者啲跳舞嘅場所啊，係咪啊 disco 嗰啲場所啦，好多轉到你頭暈嗰啲光，例如唔同嘅型咯。呢度舉出咧日輪毫光、月輪毫光，好似陽光咁，好似日光咁光嘅，好似月光咁柔和嘅，你可以講你點柔和嘅？或者千輪毫光，哇！即係好似一路旋轉嘅一個，好似車輪咁嘅一個不斷嘅旋轉，唔係話1000個車輪，一個輪上輪狀啊，一個法輪狀嘅光咧，不斷嘅旋轉，不斷嘅旋轉，咪好似千輪咁咯，所以叫千輪毫光。所以呢個講光嘅形態，因為光就係一種物質嚟噶嘛，光本身係一個物質，所以我哋一睇而家我哋好似室內個光冇乜形狀，其實因為從唔同嘅地方發出嚟嘅時候，有時會形成唔同嘅光，唔同嘅光。因為就嚟佛誕啦，傳燈嘅時候咧，如果你記得咧，舊年有去過紅館傳燈咧，咁啊佢傳嘅時候係咪唔同嘅光啊？轉到你頭暈，係咪啊？轉到你眼花暈又唔會暈嘅，過1分鐘咁啊，唔同嘅光啊，激光放出嚟嗰啲燈光放出嚟，所以呢度咧就係所謂千輪毫光、大千輪毫光、寶輪毫光、大寶輪毫光。呢個用輪咧就係講光嘅形狀。宮殿毫光好似有一個宮殿色彩嘅一個光，當然唔係話講一個宮殿嘅形象。咁啊呢一光咧，或者係海雲毫光係咩啊？啲如海如雲一樣嘅光，海光咧可以講一層層嘅光出嚟，有時光都可以造成一層一層嘅喎出嚟。咁呢個光咧，形容咧喺佛嘅眉間之中放出去光咧，有種種嘅形色不同，形狀啦，係咪啊？顏色咧種種不同。咁啊，佛咧就喺放光，點解佛要喺頂門放光咧？通常咧佛說法開始說法嘅時候，或者說法到中間嘅時候，或者說法咧到尾聲嘅時候咧，有時都會放光，顯示咧將要說嘅法咧引起大眾嘅注意啦，引起大眾嘅注意。啲佛上將要說嘅法不可思議，或者講咗咁耐啦，大家咧就係疲勞啦，開始佛咧放光，引起大眾一個注意，引起大眾一個到去到某一個重點嘅時候咧，佛亦都自然放光，咁引起大眾嘅一個重新咧提起嘅精神，特別咧覺得佛咧放光，然後講說嘅嘢可能咧有啲重點嘅嘢講出嚟啦。有啲不可思議，都顯示所說嘅法嘅內容咧有不可思議啦。咁啊，佛放光之後，呢度講咧，佛咧喺頂門上放如是等毫相光之後咧，因為毫相光就係話佢所放出嚟嘅地方係咩？就係呢個眉間放出嚟嘅。放咗光之後咧，又出咧微妙嘅音聲。咁放咗光之後，就要開聲說法啦。形容佛嘅音聲係微妙嘅音聲。佛咧就開聲告諸大眾啦，為大眾咧講說，為告諸大眾，大眾包括咗咩咧？天龍八部、人非人等。當時咧在會嘅，佛喺呢個忉利天說法，在會嘅有天龍八部啦，有諸菩薩啦、鬼神等眾，所謂人非人等，就為佢哋講說，所以告諸大眾。呢啲大眾包括呢啲咩人咧？天龍八部、人非人等。我哋講話聽吾今日於忉利天宮宣揚讚歎地藏菩薩於人天中利益等事，不思議事、超勝因事、證實地事、不境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事。咁啊，佛咧就話啦，你哋大眾咧聽我釋迦牟尼佛今日喺忉利天，因為佛說地藏經係忉利天嘛，因為喺忉利天宮咧所講說法嘅內容，我今日說法嘅內容係講乜嘢咧？主要咧就係講就係讚歎地藏菩薩，即係讚歎地藏菩薩，即係所以稱揚讚歎地藏菩薩，讚歎佢乜嘢啊？就係讚歎地藏菩薩咧喺人天之中，佢點樣去利益眾生？點樣喺過去生中發願為光目女、為婆羅門女嘅時候，因孝順母親咧，因母親而啟發你嘅願。
所以唔單止咧，其實江木女、婆羅門女嘅時候，唔單止啊，我哋睇出唔單止係孝順，事實上佢亦都有善根。世間孝順嘅人有好多，如果佢冇善根咧，係從唔同嘅途徑去孝順，唔同嘅形式去孝順。所以你話就係喺忉利天咧，一路咧就係稱揚讚歎地藏菩薩，佢喺人天之中去利益等事，點樣去利益眾生，即係點樣教化眾生，令眾生得益。而地藏菩薩佢要令眾生得益，最重要嘅一樣咧，就係要眾生不墮於惡道，唔好墮於三惡道。呢個係佢嘅重點。例如觀世音菩薩咧，佢要救拔眾生出離苦難。咁當然你話墮於三惡道都係苦難之一，係嘛？所以兩者咧其實係有一種殊途同歸唔同。所以地藏菩薩咧，佢利益眾生嘅嗰個重點咧，就係不要令眾生墮於惡道，救拔罪苦嘅眾生，尤其是係罪苦嘅眾生。乜嘢係罪苦嘅眾生咧？罪就係做咗惡啦，做咗惡係咪惡因啊？有惡因，自然咧就要感受咩惡的果報啦。所以有罪業就有苦。罪業係咩啊？你所種嘅惡因。你殺人放火係咪罪啊？就係罪啦，係惡業啦。就算你督人背脊都係罪喎，不過冇人拉你啫喎，係咪啊？督人背脊冇人拉㗎，但係冇人拉唔等於啱。咁啊喺呢個都係一種惡因啊嘛。呢個惡因嘅時候，有呢種惡因咧，係咪有惡果啊？惡嘅果咧會唔會快樂㗎？快樂嘅就唔叫做惡果。所以惡因咧就係感受一種惡果，惡果就係咩？苦果，令你吃苦嘅，令你唔安樂嘅，令你苦惱嘅惡果。所以地藏菩薩咧，佢主要就係要救拔罪苦嘅眾生。所以因果上嚟講咧，墮落咗嘅佢要救拔佢，未墮落嘅佢要教化佢，令佢唔好種惡因啊嘛。已做咗惡因嘅，所以眾生咧喺命中嘅時候，要種咗惡因，好容易墮落咯。係地藏菩薩都好慈悲，佢話能夠念地藏菩薩，佢話最後咧佢都能夠咧盡力令到佢咧超越呢個苦果。即係令到啲善根咧先成熟，原有嘅苦果點啊？我哋一定要記住，唔係有因冇果，係咪啊？本來應該要落地獄噶啦，但係咧能夠命中嘅時候咧，稱念地藏菩薩嘅名字，佢就可以脫離地獄啦。但係唔係有因冇果，聽起上嚟就話念地藏菩薩咧可以甩咗地獄嘅果啦，係咪咧？唔係唔能夠話有因冇果。有因一定有果，不過唔墮落咧，能夠遲啲受果咧，就有一個好處。咩好處咧？就係有機會種下多啲善根。因為果報咧係唔係一個受完一個，有時係一堆嚟嘅，啊，一堆嚟嘅時候咧，有善有惡嘅時候咧，撈勻咧就好好多。當你有能力嘅償還，我哋就係話。啲果報咧就係一種債，係嘛？睇邊個欠邊個。咁當你要償還呢個債嘅時候咧，呢個果報嘅債務嘅時候咧，你自己有個福德，或者當你已經明白到呢個因果嘅道理，你有一個發心。啊，如果你話未解脫嘅眾生，仲係凡夫眾生，佢福報有咁多。惡報有咁多，差唔多一齊受嘅時候，無形中就減輕咗嗰個苦報咯。再好彩啲，唔好講唔好彩，又唔好彩講到好彩，再好彩啲咧，我發心修行，我係一個菩薩啦，咪隨緣消舊業咯。就算幾苦都好，落於地獄都好啦，地獄咪地獄咯，係咪啊？但係唔係話
管撇嗰啲落地獄啊，都唔緊要落地獄，呢個係我承受起呢個果報。苦唔苦啊？苦，苦咧我有一個勇氣去承受，唔係一種怨氣去承受。而家我哋咧，你有受咗果報咧，受咗惡果嘅時候咧，你要唔要受啊？要。有冇勇氣啊？當然有冇勇氣你都要受。有勇氣就受得嚟咧，就係樂觀啲。即係有啲你見到有啲人咧，嗱，最明顯見到佢有啲人有病，幾嚴重嘅病都好啦，佢樂觀嘅時候咧，佢有一個勇氣。咁佢係咪病得嚟咧？苦唔苦啊？唔能夠話唔苦，但係咧，佢樂觀啲嘅時候咧，就個心境開朗啲咧，無形中減輕咗多少苦，係啊。如果你有一個發心咧，嗱，世間嘅人都尚且係咁樣。如果你話我有一個發心，你係成為一個菩薩啦，修行嘅菩薩啦，有功德，係咪啊？就算咧幾大嘅苦報都好啦，我都有一個勇氣承受得起，承受得起嘅。咁嗰個情形就唔同啦，大大不同。我哋咧凡夫眾生咧，如果果報現前嘅時候，你受唔受啊？唔係你想唔想受，係一定要受，係嘛？但係受得嚟咧，就係能夠咧有一個勇氣去接受嘅話，就喺心理上有時影響嘅身體啊，就減輕咗啲。否則嘅話咧，就多咗咩怨氣，唔係勇氣去受。你冇勇氣呀，有勇氣去受你要受，冇勇氣咧就怨氣，都怨過，一路病一路怨咯，咪苦上加苦咯。點解？心情影響苦上加苦，呢個係現前嘅嗰個果報。所以我哋一定要知道咧，喺因果上有因一定有果，唔能夠話有因冇果。但係推遲咗有咩好處咧？推遲咗咧就係、如果因地藏菩薩嘅關係，稱念地藏菩薩嘅名字，因為地藏菩薩結咗個緣啦，我哋有一個機會係咩啊？種下啲善根。喺我哋嗰個果報啊、惡報啊未現前嘅時候啊，啲善根福德將來拖長啲嘅時候咧，有個機會喺呢一段時間，你有機會發心，有機會修福，有機會修智慧。最緊要或者因為有機會咧發心去修行，改善自己，嗰陣時受報咧就大大不同啦。所以隨緣消舊業，但係新嘅業咧你亦都慢慢減少，慢慢唔做啦。否則咧世間嘅人一路做業，一路受果報，一路就再做新嘅業，重重搭搭，就好似乜嘢咧？而家潮流最興講嘅咧就係話，點解啲人會破產咧？成日都碌爆卡，最弊咧我哋嘅造業嚟講，呢卡咧無限嘅。而家你都話有機會碌爆，個卡咧碌唔爆嘅，碌完有好多張喎，弊啦，張張都超額嘅，點算咧？呢啲惡報仲未消晒咧，嗰度有一大堆啦，係永遠重重搭搭喺度咯。你識得發心嘅時候咧，截數啦，截唔係話一截就截㗎，都有得入㗎，不過入得慢啲，入得慢啲就好好多咯。即係話你改惡向善咧，都唔係一下善得晒，啊！嗰啲惡嘅少咗啦，都有少咗啦，慢慢去到零嘅時候咧，咁你一方面受報，一方面受報，慢慢就少。所以點解修行啊要經咁耐咧？要經咁耐，一來咧你習性好難去改善自己，好難去改變自己；二來咧你一大堆個數我未計好，係咪啊？一大堆啊嗰啲業力啊，哇！幾時都清得晒？幾時清得晒啊嘛？所以修行點解要咁長嘅時間咧？其實有好多種原因，就係啲最大嘅原因就係話，一來自己嘅嗰種根性啊。根深蒂固嘅貪嗔痴好難去斷，二來咧你仲有好多嘅業
過去堆積如山啊，唔止堆積如山啊，哇！真係如果虛空，正如好言行願品裏面講，假如業力咧係有形象嘅、有形體嘅，盡虛空界不能容納一個人喎，自己講自己喎，盡虛空界容納唔晒，你話幾多咧？你屋企多嘢啊，多雜物啊，你清都難清啦，係咪啊？你搬屋嘅時候只有頭痛，過年嘅時候有頭痛，點解？垃圾嘢一大堆，何況啲業力咧，盡虛空界不能容納嘅嗰個業力咁多，真係清都有排清。你一開始學佛開始節數啊，都清都有排清，何況唔係即刻節得晒，仲要慢慢節，一下唔覺意咧又入一大堆，係咪啊？真係一下唔覺意入一大堆，所以時時提醒，點解？你做慣咗業啦嘛，即係等於有啲人咧使慣咗錢，你都要慢慢收手，唔好使。你做慣咗業啊，要慢慢令自己提醒自己，不要做惡業，不要做惡業，不斷嘅提醒自己，不斷提醒自己，你唔好咁做，唔好咁做，係已經慣性咗咯。所以呢個咧係要有咩？要有恆心，要有毅力。要恒心，要毅力，亦都有一個長遠嘅心，先可以做得到。咁所以呢度咧就講咧，地藏菩薩咧喺人天之中咧利益眾生嘅事。佛話我稱揚地藏菩薩咩啊？就係嘅稱揚地藏菩薩喺人天之中咧如何利益眾生嘅事，以及咧不思議事。地藏菩薩點樣教化眾生不思議嘅事？有時唔係我哋人可以諗得到，可以形容得到嘅。例如開始嘅時候話，地藏菩薩佢話文殊菩薩話：佛即文殊菩薩話，我哋現場嘅眾生，即係當時忉利天嘅眾生有幾多啊？唔單止文殊菩薩數唔到，佢話就算用佛眼觀之都數唔到。點解咧？呢啲係咩？呢啲眾生喺邊度嚟㗎？就係過去地藏菩薩教化咁多嘅眾生，唔容易想像得到。同埋教化眾生嘅過程亦都唔容易想像得到，唔容易想像咯。所以話不思議嘅事，超勝因事，就係佢能夠教化眾生咧，令到眾生咧能夠種下善根。超勝因，超越凡夫而種下咧呢個超凡入聖嘅善根，即係種下，簡單嚟講就係種下出世間嘅善根。所以咩叫超勝因咧？超越，勝係咩啊？聖人，簡單超凡入聖嘅因係乜嘢咧？就係種下出世間嘅善因。因為咧你要真正利益眾生咧，真正利益眾生。你講咧，就係有治標同治本。治本係咩咧？令眾生咧脫離生死輪迴，治本；令眾生成佛，治本。但唔係一下子就可以咁噶嘛？有時先要治標先。呢個眾生都墮落咯，咁你係咪要睇住佢先啊？所以喺佢生死之間，地藏菩薩咧就喺人生死之間助佢一把。喂，不要墮落住，令佢咧能夠咧發現要救到呢一類眾生，避咗墮落先。但呢個避咧，其實的確要大家配合。地藏菩薩願意助你一把，但係眾生亦都要自己真係有呢個善根呢個種子啊！再加上嗰一刻有一個因緣，聽聞到地藏菩薩嘅名字啊，或者稱念啊，有呢個種子。咁咧，佢就可以超越呢個罪苦嘅，即係超越咧呢個或者幾多劫嘅生死之罪啦。超越咧係咩啊？就係令善根咧爬頭，即係好似我哋有時坐車你見到車咧超線啊，爬頭啊，業報就一樣啊。本來而家你要墮落噶啦，有一個善根種子咧夠強啦，爬頭先受咩？人天嘅果報先，呢個好重要喎。呢個之前我哋時時都強調，其實呢樣很重要。
亦都每一個階位都有10喎，我成日有初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有10級嘅，即係等於5個階段，每一個階段都有10個級，每一個階段裏邊亦都分10級，52級，大數嚟講咧就係信主行向地，加上一個等過呢已經等住成佛㗎啦，即將成佛㗎啦，所以證實地即係講地藏菩薩自己證實地嘅時間行唔出，而地藏菩薩喺教化眾生嚟講咧，亦都好多受地藏菩薩教化嘅眾生咧，亦都早已證實地，亦都多，因為佢時間長啊嘛。點解咁長啊？點解佢咁慢啊？進步得慢啊？唔係進步得慢，只係地藏菩薩。我哋上個星期講，佢係夢有盡傾，係嘛？所以其他菩薩咧，祈願上有不境，但係地藏菩薩冇喎。祈願上有不境嘅意思話，其實佢哋咧都成佛咧，係有時候地藏菩薩冇喎。點解眾生咧成佛啦？我最後先成佛，等幾時係冇期嘅，沒有期嘅，冇一個期限。所以地藏菩薩咧，好似咧去到十地咧，停咗喺度啊，其實唔係停。喺資格嚟講咧，早已經可以成佛，早已經可以成佛。只不過咧就係要眾生度盡咧，佢先成佛。所以地藏菩薩證十地事，呢個都係不可思議事喎。就係因為就係講之前釋迦牟尼佛讚歎過地藏菩薩嘅事蹟，就係佢喺人天之中點樣利益眾生嘅事啦，不思議嘅事啦。有點樣為眾生咧種下聖因，超越生死罪苦嘅事啦，有地藏菩薩證十地嘅事啦，仲有咧不境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嘅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咧係印度嘅話，翻譯中國嘅意思咧，其實有得翻譯。翻譯中國嘅意思咧，無上正等正覺。簡單嚟講咧就係成佛，即係話不退菩提嘅事，即係話喺菩提道上咧永不退轉嘅事，令眾生不退轉，不但自己令眾生不退嘅事。即係話舉出咧，佢話我喺之前已經咧點樣讚歎地藏菩薩咧，就讚歎地藏菩薩嘅事啦。說是語時，會中有一菩薩摩訶薩名觀世音，從座而起，護貴合掌，白佛言：世尊。講到呢度嘅時候，呢度又出現一尊菩薩咯。所以有時佛說法嘅經典會長短不同咧，其實係有佢嘅原因。就係其實可以分段一段一段。所以我哋每一品裏邊咧，其實咧唔同嘅段落。有時講到某一段咧，就係一個菩薩或者一個鬼王，或者某一個地，好似前面咧堅牢地神啦，佢就聽到呢度，哎呀，我要發心啦，我發心要護持地藏菩薩啊，或者我有發心你要做乜嘢？有啲亦都向佛提出啲問題。呢度咧就輪到邊個啊？我哋熟悉嘅觀世音菩薩啦。當佛講到呢度嘅時候，講完呢一番說話之後，喺大會之中有一位菩薩，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呢位菩薩咧資格很老噶啦，所謂菩薩唔單止係菩薩，係摩訶薩。摩訶薩係咩？大菩薩，菩薩之中嘅大菩薩，即係話好老資格的菩薩。用我哋而家嘅話就好老資格嘅菩薩。所以好多時咧喺菩薩之下咧加個摩訶薩咧就大菩薩。咁啊，呢個菩薩叫咩名啊？觀世音菩薩。呢個我哋好熟悉噶啦。如果大家常時有念下普門品嘅話，叫做觀世音菩薩。點解叫做觀世音啊？觀世間救苦嘅音聲，而去救度眾生。觀世間嘅音聲去救度眾生，所以叫觀世音，世間嘅音聲。所以佢話有尊菩薩咧叫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當時咧就從座而起，喺個座位之中起啦，護貴合掌，即係表示咧對佛嘅恭敬，跪喺度向佛合掌，然後咧白佛言，就係對佛出聲對佛講啦，稟白佛言啦。護貴咧
其實印度人嘅跪咧，同中國人嘅跪咧係有啲差別嘅，有啲唔同。中國人嘅跪咧就兩個膝頭跪喺度，係咪啊？所以唔係中國人嘅跪咧，其實點解叫胡跪咧？胡跪咧就唔係中國人嘅跪。嗱，中國人叫外國人咧，就叫咩啊？胡人，係咪啊？而家叫外國人啦，以前就唔興叫外國人嘅喎，唔知點解叫胡人喎，係啊，即係統稱啊。其實中國譬如尤其是西北咧，好多胡人，好多少數民族嘅喺都統稱叫胡人啦。不論咧你係乜嘢民族，總之唔係漢人咧，你就胡人。可以講呢個胡咧，就係對外國人，中國以外的人。所以中國以外嘅國家叫咩啊？而家叫外國，以前叫做咩？胡邦。胡邦好啲我叫做番邦，係咪啊？胡邦胡咧就係冇乜開化嘅，即係其實簡單講唔係中國人。所以胡跪咧就係唔係中國，即係喺呢度講胡跪咧就係簡別咧就係佢哋嘅跪嘅形式，其實同中國有啲唔同。中國咧就兩個膝頭跪落去，胡跪咧有時你哋會睇到好多時你哋睇到啲畫像啊，一個膝頭跪落去，一個膝頭唔掂地嘅。你可以抱住一個膝頭，一個膝頭掂地，係咪？一個膝頭到地，一個膝頭抱住。你到咗而家有時你去泰國啊，佢哋都係咁，即係有時亦都會兩個膝頭跪落去，咁啊跟住咧好似半坐咁嘅喺度，就唔會咧我哋好似我哋跪落去就好似90度角咁，係咪啊？喺側邊係90度角咁跪落去，好垂直嘅身體，很垂直啊！咁兩個變別嗰種跪咧嚇，呢種跪叫做咩咧？應該叫做長跪，跪咗喺度，唔係跪一陣啊。咁啊，不論咩跪都好啦，因為好多時咧，中國人嘅，就算喺佛教裏邊咧，中國人嘅中國佛教裏邊咧，就好少用一個胡跪。喺現實嘅我哋嗱，你如果時時拜佛，就知道。除咗禮佛咁上上落落之外，五體投地嘅禮之外咧，好多時你都係兩個膝頭跪落去，呢個係中國人慣性嘅一種嘅跪，同印度嘅跪咧係有啲唔同。咁啊，當時咧呢一位菩薩咧，觀世音菩薩咧就起嚟互跪合掌，對佛話啦，話世尊，是地藏菩薩摩薩巨大慈悲憐憫罪苦眾生於千萬億世界化千萬億身，所有功德嘅不思議威神之力，我聞世尊以十方無量諸佛異口同音讚歎地藏菩薩云：正使過去現在未來諸佛說其功德猶不能盡，向者又蒙世尊普告大眾，欲稱揚地藏利益等事。唯願世尊為現在未來一切眾生稱揚地藏不思議事，令天龍八部瞻禮獲福。嗱，呢個咧就係呢個咧就係觀世音菩薩咧起嚟問提出嚟嘅一個請求啦。佢對佛話：佢話世尊是地藏菩薩咋？你而家所讚歎嘅呢一位地藏菩薩咧，佢係具有大慈悲憐憫罪苦眾生，所以佢喺無量劫以嚟咧，喺千萬億世界，所以佢嘅功績咧不亞於佛嘅，同佛嘅功績咧可以講冇乜唔同。雖然佢係菩薩，所以佢已經咧，因為佢為菩薩行菩薩道嘅時間很長遠啊嘛，所以咧佢所教化嘅範圍嚟講咧，千萬億世界，亦都是咧千萬億身形。唔同嘅世界，唔同嘅身形，去教化眾生。目的係咩呢？就係要教化眾生，利益眾生。所有嘅功德呢，佢累積咁耐嘅唔同嘅地方，經過你咁長嘅時間，教化咁多嘅眾生，所有嘅功德呢，及不思議威神之力呢，係好多嘅，累積起嚟很多很多，講唔講得晒？講唔晒。所以話我聞世尊，佢話我聽世尊講啊。佢話：我從世尊釋迦牟尼佛嗰度聽聞，佢話
與十方無量諸佛，唔單止釋迦牟尼佛咁樣讚歎地藏菩薩，十方世界諸佛都同樣咁異口同聲咁讚歎地藏菩薩。讚歎地藏菩薩咧，哇！點樣去讚歎咧？呢度咧就好簡單嚟講咧，就話正使過去、現在、未來諸佛說其功德猶不能盡。其實唔止釋迦牟尼佛係咁講，十方諸佛咧都係咁講。佢喺唔同嘅世界、唔同嘅地方、唔同嘅佛講出嚟，其實都同樣嘅音聲。佢講乜嘢咧？係話佢哋形容地藏菩薩嘅功德啊，點樣大法咧？即使正使咧就係假正使啊！現在未來，即係過去、現在、未來諸佛。過去有過去嘅佛，現在佛，未來嘅佛啊！將來咁多佛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諸佛夾埋一齊嚟到咧講說咩啊？講說地藏菩薩嘅功德都講唔晒，何況你一尊佛？我只係釋迦牟尼佛講，何況我哋講？何況咧只係文字上講，就講唔晒。喺文字上講咧，就算釋迦牟尼佛講咧，喺文字上記錄落嚟，或者佛當時講咧，只係簡啲嚟講。佢講簡啲嚟講，即係有時我哋見到啲人咧，你會見到啲人好好人，時時幫人嘅，點幫法啊？哎呀，點講得晒？講啲嚟聽下啦，就講啲嚟聽下，係咪啊？講幾件或者近期嘅，或者你印象深刻嘅，你咪數啲嚟聽下咯，數啲嚟聽下。講咁多功績點講得晒咧？講唔晒，但係講唔晒之中都要講㗎，係啊，講啲嚟聽下就係嗰啲，而家講唔晒。佛有時間講，你冇時間聽，邊度聽得咁晒咁多？就算我哋睇歷史人物啊，睇啲人嘅啲偉大人物嘅事蹟啊，好啦，有時間講，你冇時間聽，乜都唔使做，坐喺度聽，聽完乜都唔使做，係咪啊？有後生聽到老，聽到死過嚟都聽唔晒，仲有得講，我唔死住，繼續聽埋去，得唔得咧？係咪啊？所以佛係有時間講，你有冇時間聽？眾生有冇時間聽？所以咪講唔晒咯。所以呢個形容咧，地藏菩薩咧嗰個功德之巨啊，之巨大，功德嘅宏深，所以話咁多咧，過去、現在、未來諸佛說其功德咧，講邊個功德？講地藏菩薩，講唔盡。向者又蒙世尊普告大眾，欲稱揚地藏菩薩利益等事。向者咧就係話，剛才即係現在啊，喺現在嘅法會當中，忉利天宮之中。又蒙世尊呢，就係普告話俾大家知，鼓勵大眾要稱揚地藏菩薩嘅利益。因為佛話唔止我要稱揚地藏菩薩嘅利益，話你哋都要稱揚地藏菩薩嘅利益。或者我哋問，喂，地藏菩薩咧，即係人哋咧施恩莫忘報啊嘛，即係利益眾生，成日都有人讚，係咪啊？好似我哋做咗嘢，成日都有人讚嘅咩？所以喺佛經裏邊咧，成日都講話啊，你哋要稱揚讚歎地藏菩薩啦。講到就算觀世音菩薩，你哋又要讚歎觀世音菩薩啦，你又要讚佛啦。哇，好似啲佛啊菩薩成日都要人讚嘅，唔准人唔讚噶噃，只要成日都叫人讚啊。係喎，係要人讚。點解要讚呢？即係其實呢個讚呢，就係話你要認同，你認同先讚得落啊嘛。呢個好現實，你要認同你先讚得落。你唔同讚一個人啊，我讚你，我係即係有機會第日你咧投我票嘅，我就讚下你。咁你讚地藏菩薩，地藏菩薩又唔會投你票喎，係咪啊？你點解我有一個企圖，我想做議員啊，我讚下你，讚下你，係咪？你見到啲議員啊，成日出動啊，成日握手啦，差唔多選期到啦，咁啊，成日出動噶啦，成日出動啊，或者我即係揞住良心都讚下你。就係因為有啲原因，你讚地藏菩薩係冇嘅喎，地藏菩薩唔會投你票，係咪啊？地藏菩薩咧又唔會乜嘢，但係如果你真係能夠讚歎地藏菩薩咧，起碼嚟一樣就係話你認同地藏菩薩嘅功德，
係咪啊？你認同咧，即係話你一個信念，你先會認同。咁你信有呢一樣嘢，你認同地藏菩薩嘅功德，認同佢嘅偉大，咁啊認同佢救拔眾生嘅呢個事，認同你覺得即係話你都同意，你都認同喺你哋眾生啊需要有菩薩嘅救拔。不過我自己救唔到，我冇計，係咪啊？咁啊我要認同，一個認同嘅時候咧，我哋就係一個信念。點樣先認同菩薩嘅功德？你一個信心。有信心咧，因此你亦都會啟發自己嘅慈悲。如果唔係咧，哇！地藏菩薩真無聊，係咪啊？自己做業，自己受報啊嘛，理得佢？你唔認同喎，起碼你認同。啊，所以你有一個信念，有一個認同嘅心。有信念有認同嘅心咧，跟住就有乜嘢啊？就有學習嘅心啦。你又唔信，又就算你話係信係信，不過我唔認同啊，自己做惡。自己抵啊嘛，嗰人抵死啫嘛，係咪啊？咁做落個地獄啱啊，救咁好心救佢做咩啊？嗱，你唔認同喎，你會唔會學啊？唔會，你學會唔會我都去救下人啊？唔會啊嘛。所以嗱，讚歎咧個作用就係話，起碼我哋要學習讚歎人嘅心，要學讚歎人嘅心咧，其實唔容易。所以佛就教我哋，喂，你讚下菩薩，讚下佛先啦，因為佢同我哋冇乜過節都係容易讚喎。讚人就唔係咯，讚你讚下好似喂都唔係咁好啫喎。讚人咧，你會諗到佢嘅壞處；讚佛咧，你就唔會諗到佢嘅壞處。咁你要學讚歎人咧，其實要喺呢度學先。因為佛你都唔肯讚嘅人啊，更加慳論啦。你有咩好處啊？有，哦係啊，佢有啲好處。就咁咯，唔繼續讚落去嘅。咁所以我哋呢個咧係，所以讚歎菩薩、讚歎佛咧，佛時時講你要讚歎啦，就係一個喺眾生嚟講咧係一種修行嚟嘅。正如咧，好似十大願之中咧，稱讚如來嗰個讚咧係一個修行，學好自己嘅口德。呢個修行係學好自己嘅口業啊。口要清淨，呢個世俗嘅人講咧，呢個口德隱惡揚善嘅，對人咧能夠隱惡揚善一種德啊。應該我哋要學好，識得讚美人哋。唉，有啦，讚人有好多瑕疵，我學下讚佛，讚慣咗咯，你好自然咧讚下人，你都讚多少啦嚇，都讚多少。佛你都唔肯讚嘅人，一定唔肯讚，多少都唔肯。咁所以讚歎咧，嗱喺自己係一種修行，喺個人嚟講修行，讚佛。所以你有一個信心，有一個認同嘅心，認同咩？認同佢嘅慈悲，認同佢行為啊！佢覺得眾生應該救拔，眾生咧我應該對眾生有一個慈悲心。於是咧我哋就有一個學習，有學習，所以先有信念，然後咧有認同，你先至咧認同咩？認同佢嘅慈悲咯。個做法，咁你自己先要學啊嘛，你先要學，去參與去學。咁啊，即係自己嘅慢慢咧就培養出自己嘅慈悲，培養起嚟啦。有個慈悲嘅心咧，然後咧先有一個慈悲嘅行為喎。有慈悲嘅行為，你冇慈悲嘅心咧，你嘅行為點慈悲啊？有慈悲嘅心，未必有慈悲嘅行為，係嘛？有啲話：哎呀，我同情你啊，不過要我做我唔好咯，係咪啊？要我做我又唔制，你要我親力去做我又唔制，用個口講下慈悲就冇所謂。我真係好同情㗎，我真係咧，我聽到都好難過㗎。不過又要我做呢樣，做嗰樣就諗過先。咁好唔好啊？唔能夠講唔好晒，總好個心又冇，行為又冇，係咪？起碼有個心先啊！先有心先有行為嘅喎，諗下係喎，即係人哋都即係真係要我幫咯，咁啊係辛苦啲，算啦，怕點解自己唔想幫啊？唔係唔想幫，你怕辛苦嘛，係咪啊？怕辛苦，我諗下，哎呀，算啦，辛苦啲都唔緊要啦，可以幫到人，慢慢先有呢個心出嘅喎。所以呢個咧係一個，因此咧。
不是話我哋要讚歎佛、讚歎菩薩、讚歎地藏菩薩嚟講咧，就係要啟發我哋嘅慈悲心。呢個係自己。同時咧，你讚歎地藏菩薩啦，無形中咧就弘揚地藏菩薩，弘揚地藏菩薩，弘揚地藏菩薩嘅法門啊嘛。講起即係話弘揚係咩咧？你讚歎地藏菩薩，咁啊即係無形中咧將靠個自己嘅口或者自己嘅行為咧，就帶出地藏菩薩嘅精神，地藏菩薩嘅呢個功德。等你旁邊嘅人聽到你有緣聽到你講嘅人咧，就受咗一個影響咯，受咗一個影響。慢慢咧，10個人聽到你講，10個人種咗善根，同地藏菩薩結下一個緣，係嘛？5個人受你嘅影響，哎呀，我都念下地藏菩薩，我都念下地藏菩薩。5個人唔聽你講，唔聽你講唔緊要，你唔好以為咧話嗰5個人我白費心機，其實冇乜白費心機。表面上嚟講啦，我同10個人講呢個假設，我同10個人講，未必一下子講啊。今日同你講，聽日同你講，後日同你講。上次同10個地人讚歎地藏菩薩，其中有啲咧，我聽咗佢就信，有個影響力啊，好啦，係咪利益眾生啊？其中有一部分嘅人佢完全唔信都好啦，聽咗就當冇聽啊，係嘛？但係事實上聽咗就冇聽，可唔可以當聽咗當冇聽啊？聽咗佢可以唔記得當冇聽，但係喺《佛經》嚟講咧，佢個阿賴耶識裏邊咧嘅識田裏邊咧就種下咗呢一粒種子，好少都好啦，始終係有。如果我哋話佢冇咁冇善根，佢就係冇善根，冇善根之中我都同佢種咗一粒。就好好啦。佢呢一生嚟講啊，唔好話短期之內啦嚇，佢唔發，就算呢一生佢唔發芽都唔緊要，佢將來都有一個發芽，你種咗落去啦。何況你同佢講一次啫嘛，講一次人哋唔聽你講啊，冇反應你又當人哋唔聽咁啊，唔啱噶嘛，係咪啊？咁所以無形中咧，你讚歎地藏菩薩咧，就係一種咩？其實就係用而家嘅説話嚟講，就係一種推廣；用佛教説話嚟講，就係一個弘揚。弘係咩啊？大啦嘛，揚咧就揚開去，將個菩薩功德咧弘揚開去。弘揚開去嘅作用係咩啊？就有人效法啊嘛，學啊嘛，有人信，有人學，呢個好重要。好嘅嘢多啲俾人知，就多啲人俾人學啦，形成一種嘅咩？好嘅風氣。唔好嘅嘢咧，多啲俾人知咧，多啲俾人學就弊啦。唔好嘅嘢有時多啲俾人知又弊嘅喎，多啲俾人學。嗱，例如乜嘢咧？最近咧嚇，好多人咧就講自殺，係咪啊？細路仔又自殺，報紙一出就好多人跟嘅咯喎，嗰一輪都多嘅喎。而家燒開炭咧，嗰輪都燒嘅噃。啊！學生咧自殺咧，就嗰輪都有嘅喎。耐不耐就即係所謂耐不耐啊，就係隔幾日啊，1、2個禮拜就一單嚟嘅咯喎。點解啊？唔好嘅嘢，呢啲唔好嘅嘢弘揚開去咧，嗱傳播出去咧，啲人咧就識學啦，自自然然啊。當然啦，當時冇諗到自己要學嘅，一有唔開心嘅就學咯。即係已經入咗個腦啊！入腦嘅時候，佢冇諗住我要學㗎。我第日唔開心，我又要去跳樓，唔會咁諗㗎。所以即係睇得多嘅時候咧，哎呀，原來唔開心就去跳樓，即係自然有嘢諗唔通嘅時候咧，佢就諗到呢個方法，就跟咗呢個方法。所以以前未聽過人燒炭咧，一聽開嘅時候咧，一有呢個新聞出嚟，陸續有嚟嘅喎。所以以前啲人死咧係得咩食安眠藥啊，跳海啊，係咪啊？而家跳海基本就唔死得噶啦，點解？船多啊嘛，好快俾人睇到，係啊。但係咧就係呢幾樣咁，點解？因為嗰陣時佢哋信息咧就係呢啲啫嘛。死啦！哎呀，死就係呢個方法啦啊！咁而家又唔係喎，咁多嘢嘅喎。
點解睇得多之後咧就跟風啦？點解唔好嘅風氣啊嘛？所以我哋點解話佛菩薩咧成日都講喺佛經裏邊講你要宣揚乜乜法門啊？嗱，講開某一部經就你要宣揚嗰個，要讚歎呢個菩薩。點解？因為菩薩所做嘅係好嘢啊嘛。咁你要宣揚下啦，即係話你又講我又講，你又講觀音菩薩，佢又講觀音菩薩，你又講地藏菩薩，佢又講地藏菩薩嘅，佢嗰堆人咧就學埋呢一堆嘢啦。你呢堆人咧就學埋呢堆嘢啦，點啊？都係好嘅嘢啊嘛。地藏菩薩係咩咧？救拔苦難嘅眾生，講因果。觀世音菩薩講咩咧？又係救拔苦難嘅眾生，使唔使死啊？唔使，係咪啊？所以大家講開嘅時候咧，就又形成一種風氣啦。咁所以無形中咧，其實就要帶上，因為菩薩咧，佢嘅行為係咩咧？係利益眾生嘅行為，係教我哋咧一個有智慧嘅行為，係教我哋咧面對現實嘅一個行為嚟噶嘛。一個智慧嘅行為就係你宣揚地藏菩薩係好，宣揚任何一尊佛一種菩薩嘅法門咧，就係教我哋呢一樣嘢。所以佛咪話你要多啲宣揚讚歎地藏菩薩，嗰個作用係咩咧？就係咧要，其實咧就係淨化人心，因為我哋溝通嘅係咩咧？係人啊嘛。你同邊個宣揚咧？梗係同人宣揚啊嘛。如果你同屋企嘅人宣揚咧，淨化你屋企嘅人心；同你朋友宣揚咧，淨化你同呢個朋友嘅人心。人就係好多你嘅一堆朋友，佢嘅一堆朋友，加埋就一大堆，加埋就一堆社會嘅人，就係咁嚟噶嘛。淨化，起碼喺我哋嘅圈子裏邊咧，喺你嘅圈子裏邊，喺佢嘅圈子裏邊咧，佢淨化多少得多少，淨化起嚟。咁呢個社會咧，慢慢就靜啦。你一個靜加一個靜，你一堆靜加一堆靜，一大堆一大堆，一小堆一小堆，加埋就一大堆，咁樣靜起嚟嘅。所以宣揚讚歎係好緊要。所以如果話個報紙裏邊去宣揚讚歎咧，又好緊要，就會形成一個風氣。即係咩叫做傳媒啫？係啊，傳媒咧係一個姑娘谷住一堆咁去向所有嘅人咧發放呢個消息。咁我哋唔係傳媒咧，就向一小撮嘅人，係咪？你周圍嘅人接觸到你嘅人，傳媒咧係咩？傳播媒介啊嘛。佢透過一樣嘢就向全識唔識嘅人咧發放呢個消息。我哋向咩人發放咧？你唔係傳媒，我唔係傳媒，就透過我哋嘅關係，係嘛？透過我哋嘅關係發放呢個消息，好即係將個好嘅消息傳揚出嚟。咁希望咧有一個連鎖嘅作用。你話俾你朋友知，你朋友咧可能佢又有另外一啲未必你識嘅朋友，佢有佢嘅圈子，咁樣一路好楞住落去，希望起到呢一個作用嘅。所以咧，我哋唔好以為，哎呀，點解菩薩成日有人讚歎嘅咧？其實目的咧就係話喺自己嚟講，自己一種修為，弘揚亦都係一個弘揚佛法，就係利益眾生。希望帶去一種咧好嘅風氣，有一個好嘅現象出現啦。咁啊喺呢度咧就話世尊咧又普告，即係話俾大眾知，你要稱揚讚歎地藏菩薩嘅利益等事。咁啊，唯願世尊為未來、為現在、未來一切眾生稱揚地藏不思議事，令天龍八部瞻禮獲福。咁呢度講咧，因為佛話佢係普告大眾，普遍咧就普遍嘅通告大眾，你哋即係鼓勵大眾，你哋要稱揚讚歎地藏菩薩啊，種種利益眾生嘅事。所以觀世音菩薩就話：啱我咁做，所以我現在亦都向佛咧提出一個提出咗願求啦，唯願世尊為未來現在。為現在未來嘅一切眾生稱揚地藏不思議事，為佢哋咧再講說，再清楚啲講多啲。其實之前已經講咗啦，點樣稱揚讚歎地藏菩薩利益嘅事咧？咁你要講多啲，咁我哋先容易講啊嘛。你講多啲地藏菩薩嘅事蹟，咁我哋講起上嚟啊，就算漏咗啊，都有嘢講，係咪啊？
所以佢話希望佛咧能夠咧為現在即係現前嘅大眾或者未來世嘅一切眾生咧，稱揚地藏菩薩不思議嘅事蹟，令到天龍八部啊瞻禮獲福，令到咧天龍八部即係話人非人等一切嘅眾生能夠瞻禮獲福，亦都知道咧佢哋咧能夠咧真係去宣揚讚歎嘅時候咧，都多啲資料去散發啲好嘅資料出嚟，好嘅信息出去。咁啊聽咗之後，當然咧就要為觀世音菩薩，即係應觀世音菩薩嘅請求要講說啦。咁下邊咧佛咧就話啦，佛告觀世音菩薩：汝於娑婆世界有大因緣，若天若龍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罪苦眾生，聞汝名者，見汝形者，戀慕汝者，讚歎汝者，是諸眾生於無上道必不退轉，常生人天，具受妙樂，因果將索，遇佛受記。汝今具大慈悲，憫念眾生及天龍八部，聽宣說地藏菩薩不思議利益之事。汝當諦聽，汝當諦聽，吾今說之。呢一度呢，就佛呢認可呢為觀世音菩薩等講說，因為提出嘅係觀世音菩薩。咁未講之前呢，觀世音菩薩呢就先讚歎觀世音菩薩，要藉呢個機會呢講出嚟，就讚歎觀世音菩薩啦。除咗地藏菩薩係咁慈悲之外，觀世音菩薩你都很慈悲嘅喎。佛告觀世音菩薩，對觀世音菩薩話啦，話汝於娑婆世界有大因緣，唔單止地藏菩薩同呢個娑婆世界眾生有緣，話你就係指邊個啊？觀世音菩薩，你喺娑婆世界呢，喺呢個娑婆世界呢，亦都有大因緣。因為之前呢，佢話地藏菩薩喺呢個世界有大因緣，好多眾生受地藏菩薩教化。喂，而你觀世音菩薩喺娑婆世界都好有因緣，意思即係話同好多眾生娑婆世界嘅眾生都很有緣。下邊呢具體講啊，若天龍男女神鬼等等呢，乃至六道罪苦嘅眾生，聽到你觀世音菩薩嘅名字呢，見到觀世音菩薩嘅形者呢，或者戀慕，即係生係一個恭敬心、歡喜心嘅人呢，對觀世音菩薩生起恭敬心、愛護心、信仰心嘅人呢，或者讚歎地藏菩薩嘅人呢，呢一類嘅眾生啊，於無上道必不退轉，一定唔會退轉，一定呢能夠發心。咁呢個呢，我諗我哋都好相信、好認同，因為觀世音菩薩呢，同呢個世間嘅眾生係特別有因緣。如果相比之下呢，比起地藏菩薩呢，嗰個化緣啊，即係嗰個緣呢，教化眾生嗰個緣呢，更加普遍，更普遍。咁啊，所以佛咧就話：你喺呢個娑婆世界都好有緣，好有因緣。即係話你應該喺呢個娑婆世界教化眾生，所以能夠咧唔單止地藏菩薩有呢個咁嘅願力能力，你都有。所以假如有眾生咧聽到你嘅名字，見到你嘅形象，就係信仰你、恭敬你觀世音菩薩、讚歎觀世音菩薩呢一類嘅眾生咧，佢都有功德。有咩利益啊？喺無上道，即係喺佛道上，喺成佛嘅路上都可以不退轉。常生人天，常生人天，具受妙樂。常生喺人天路上，即係話即使佢未曾斷煩惱證涅槃嘅，咁佢都喺人天路上往來。點解？因為如果受觀世音菩薩教化，起碼唔會墮於地獄。只不過呢，因為我哋人呢，或者凡夫眾生，你哋一下子仲有得業力未清得晒。除非你話，我念我修持淨土法門，可以咧一生成辦，臨終往生得唔得咧？得。但係因為呢度唔係講淨土法門啊嘛，亦都唔係個個人都會修淨土法門啊嘛。以一般嚟講咧，你都可以，佢都可以喺人，即使未到證涅槃嘅時候，未到斷煩惱、超越輪迴咧，咁仍舊喺六道之中。都可以咧，因為善多惡少啦，
佢喺人天路上，所以常生人天，具受妙樂。喺人天上嚟講咧，就係、善嘅因果多啦，所以具受妙樂。咁啊，將來咧因果將熟咧，即係善嘅因，呢個出世間嘅善種子嘅因咧，菩提嘅因果咧，將成熟嘅時候咧，將會成熟，將來一定會成熟。成熟之後咧，就會遇佛受記，就會遇到佛，即遇佛。嗱，所以我哋睇咧，觀世音菩薩，就算咧佢話啊，即係好似滿眾生嘅求，嗰陣時咧求觀世音菩薩咧，好容易有一個靈感，係啊，係。睇睇上嚟咧就係、只係咧治標啊！你要乜，我應你所求。你有痛苦咩？唉，我啊幫幫你，係嘛？但事實上咧，的確呢個係一個治標。但呢個係咪菩薩嘅目標咧？唔係，呢個係一個方便，一個方便。治咗標，然後咧，佢起碼喺當時啊，你已經結咗個緣，結咗個緣。所以好多人咧，嗱就睇世間嘅人，就算未信佛嘅人，唔識得信佛，但係咧佢聽到有佢拜嘅時候咧，佢知道我要拜觀世音菩薩。無形中咧，佢同觀世音菩薩咧結合一個好深厚嘅緣。佢唔知信佛係乜，佢唔知了生死是乜，佢唔知道成佛係乜。係咪世間好多咁嘅人？但係佢一生之中咧，佢就知道拜觀世音菩薩，我拜。有所求佢拜，無所求佢都覺得要拜下。無形中咧，就同觀世音菩薩結下一個幾深嘅緣。呢個緣咧係咩緣？不解嘅緣，深啦嘛，深到咧同觀世音菩薩喺埋一齊。你諗下，我一生一世，雖然一生一世有時咧遇唔到佛法，遇唔到正信嘅佛法，唉，唔識皈依，又未聽過道理，就係咁拜噶嘛。但係咧，嗰個觀音菩薩嘅名字咧，係佢自己亦都唔識念，只係知道拜啫，亦唔識解。但係觀世音菩薩嘅名字咧，就深深咧入到腦海裏邊，入到腦海裏邊啦。你話喺嗰個色田裏邊啊，喺阿賴耶識裏邊啊，種得幾深厚咧？呢個種子其實種得好深。無形中呢個人咧已經結下一個菩提嘅種子啊，已經深種咗。無形中已經深種咗。你話佢唔懂佛法咩？喺知識上咧，知識上佢唔識，但係咧佢就認住一觀世音菩薩已經種下深種佢。所以呢個人咧，的確咧，真係不退菩提。喺菩提種子佢已經深種咗善根。呢個不退咧，唔係話佢即刻可以成佛。但係已經中咗啦，所以如果你去遇到一個因緣因果將熟嘅時候咧，值遇佛法咧，佢亦都容易咧，值遇佛法嘅時候咧，亦都容易咧，因為有一個深刻嘅印象啊嘛，佢亦都容易上手喎，係咪啊？容易去認同喎，一有機會聽聞到觀世音菩薩嘅經典嘅時候，一事蹟嘅時候，佢亦都容易入腦。喺世間嘅人容易入腦，係咪亦都容易認同啊？要認同，成日都拜啊嘛，唔識都拜一餐咯。一聽到佢咪好容易認同啊，好容易好快認同。咁所以咧，呢人咧，將來咧，佢就因果將熟嘅時候咧，可以遇佛受記，遇到佛可以同你受記啦。呢個善根種子咧就會萌芽，萌芽嘅時候咧就會生長得快。甚至可以得到佛嘅受記，佛同佢受記就係佛咧，可以遇到佛咧，遇到佛法為佢種善根啊！嗰陣時咧，佢善根咧就可以增長啦。受記嘅時候咧，就係佛咧就可以預言到咧，預言咩？預言佢將來成佛嘅果，就形容咧嗰個善根種子長得好快。話佛預言眾生成佛咧，話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呢個係普遍嘅意願，普遍嘅受記。幾時咧未知，但有時咧就可以話啊，你修行幾耐？幾時可以成佛？呢個咧就係有一個期啊。咩時候有一個期咧？其實你又起碼行咗一段路先有啲期噶嘛，係咪啊？即係話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未有期嘅喎。呢個係普遍嘅受記，呢個係必然嘅事。幾時咧未知？
但係如果話有時經典裏邊亦都講某一個菩薩或者某一個阿羅漢咧，你將來就可以成佛。經過幾多年時間有成佛？點解？因為佢已經行咗一絕路。既然行咗絕路啦，就可以預測未來嗰一絕係有幾長遠。佢已經上咗路嘛，上咗軌道之後咧，你就知道佢未來嘅路。如果我哋未上軌道咧，可唔可以成佛啦？可以，但係預唔預測到啊？未能即刻預測到。所以受記咧，點解會佛要預言知道嘅咩？即係咦係咪定咗額咧？係咪注定咗咧？其實唔係注定。不過的確咧，呢個注定咧就係話你已經上咗軌道咯，即係話個鐵路啊，如果上咗軌道嘅時候咧，已經開咗車咯，係咪預計到你幾時啊？而且你個速度咧係好穩定啦，就可以預計你幾時到達目標啦。啊，我哋成日話啊，我識嗰個車站啊，我知啊，我要上車啊，我要上車啊，我而家揀緊車啊，點知你幾時到啊？啊，我睇呢架車一好，因為嗰架車好啊，未上車喎，仲喺車站裏邊兜緊喎，點知你幾時到啊？但係肯定嘅，話俾你知，你搭車一定到，呢個預言就冇錯噶啦。你一定有機會搭車，只要搭車一定到，所以一定到達目的地，一定成佛，呢個冇錯。幾時未知？上咗車，開咗車啦，好穩定啦。所以佛點樣預知嘅未來咧？就係咁樣去預知。所以唔係話梗咗啊！哇，我幾時成佛啊？好啊，咁我唔使收啦，我坐喺度等嗰日啦，係咪咧？坐喺度等嗰日咧？預知咗之後咧，嗰啲人係唔會坐喺度等嗰日嘅，佢哋行緊啊嘛，所以預知。所以嗰啲眾生咧，如果話你已經係菩薩啦，話你幾時成佛啊？唔係坐喺度等，因為你行緊，所以知道你幾時成佛。未行咧就唔知。好啦，我哋今日講到呢一度，咁我哋下一個星期咧再繼續。